昨天这个富邦金已经完成了收购达到53.84%过半的这个股权。那基本上富邦金这12年来能够整个获利能够提升，大致上在金控里面的3个体系，也就是说在银行体系，它在2002年先合并了台北银行，然后在2009年再合并了ING安泰，那也让它成为这连续12年来成为金控的获利王。那已经12年了，尤其是这个合并了ING安泰之后，那这一次的金合并成功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2大股东里面至少有一方的这个股东这个赞成合并，然后对之后它跟国泰金的整个获利可能拉锯会相对来讲会加大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可以发觉这一次的整并的这个动作，在整个日盛证券的部分我们可以发觉整个日盛证券是老牌的券商，那它的市占率跟富邦金的市占率2个加起来的话，已经变成仅次于元大证券的这个第2券商的这个龙头。那大家都知道，整个金控的体系都是由这个银行、保险跟证券3个区块来构成的。所以这一次的整并之后，我们可以发觉整个证券的体系强化之后，再加上这个银行端的部分，它的分行数可能会成为整个台湾民营银行的这个分行数最多的一个部分。那至于整个跟国泰金的这个拉锯，我们从这个去年的 EPS 也可以看出，这个富邦金的 EPS 已经超过8块钱了。也就是说，在3大体系整合完毕之后，整个竞争力将更为提升。那想问一下，就是那对于我们国内的金融整并这部分，除了这次的金并之外，是那还会有什么样的题材？你觉得在金融股这部分？那金管会事实上它是蛮鼓励金并的，所以它有定出一个符合的这个规格，也就是说资本适足率，然后经营的能力，那甚至整个国际的布局跟整个社会的企业责任这四项标准。那达标的金控公司大概筛选出来，只包括了这个元泰金然后富邦金这一次已经完成了整并，那台新金、玉山金跟中信金这5家金控公司是有符合整个规定的，但是这本身也要看这个被并的这个大股东跟整个这个合并的中效来看，所以整体上看起来，事实上对整个富邦金的这个金控的布局是更为完善。但是就整个国内的金融业来看的话，事实上它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毕竟这个整并的这个过程必须要考虑到彼此双方的这个需求。那我个人是认为对整个国内金融的影响并不会很大。可以谈一下今天的就金融股的股价，还有富邦和日盛金的。那因为这一次富邦合并日盛是在溢价24.8%，也就是13块来完成收购。所以说，当股价日盛金的股价它会趋近于接近13块，应该是不至于会超过13块，因为毕竟最近的话金融股的这个走法也蛮温吞的，所以它大概就在12.8附近做一个游走。那整个因为富邦金它这本身的获利非常的不错，2020年它的 EPS 到达了8块钱以上，然后连续12年是金控的这个获利王，所以基本上金融股这个族群会以这个富邦金为马首是瞻。那最近的话股价可能就是温和的这个往上做一个这个游走。那今天是小红。那金融股的表现？金融股的表现，事实上刚才有点到的那一些金控，事实上有些它整体上的 EPS 并没有像富邦金这么突出，所以基本上这些金融股它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资金，也就是说当整个这个电子股如果说有这个做一个回跌的时候，相反的，它这个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也就是金融股这些保守型的资金才会开始进入到这种比较属于这个防御型的股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